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议会通过补助私立大学学生的学杂费，一年补助3万5，而且教育部会补助高中级全面农民学费。进前自首的奈及利亚公司杨本生检方查出，在自挂期间涉嫌诈领馆长交际费，大概是代票15000块，今日依法提起公诉。美国歌手马丹娜20日传出，这细菌感染真严重，当咧带家护病房治疗。经纪人表示，公本底牌行程拢爱先暂停啊。行政议会通过补助私立大学学生的学杂费，一年补助3万5，而且公私立大转入式补助方案，也个学费贷款延长条件是搁再放领，按算明年4月开始施行。另外，针对着这私立大学的这个学杂费补助，有高中生认为讲，有这补助了后，无的确会当选较好的私立大学，未受到经济限制，一定爱读公立的。行政院议会决定通过究竟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甲配套措施方案。伫大学方面，会补助私立大专院校学生学杂费当年补助3.5万，甲扩大公私立大专就业补助方案，要强化落实教育平权。咱的台湾囡仔从0到22岁都得到国家的养育栽培，我们努力来缩短教育的城乡落差、经济落差。他每一年负担的学杂费，其实是比公立学校学生多将近5万块钱。内容除了私立大专生学杂费当年补助3.5万，家庭年所得70万以下学生，部分公私立减免学杂费2万，也增加家庭年所得70至90万的学生，减免学杂费1.5万。若符合条件上侪，会当年减5.5万学杂费。就学贷款部分，毋若放款信贷底限加利息，还款的时会当原缴本息，只缴利息无限本，由8摆增加92摆，原缴本息底限也放款到逐个月收入无达到5万。如果没有补助的话，我不会把私立放在选择里面。有的话或许会比较可以选那种好的私立大学。有些人他们念公立是因为家庭因素，他没办法念私立学校。对于想走职科但家里没有这么多经费可以念私立学校的人，或许对他们就比较有帮助。即摆有近差距1+3方案，预计明年2月也就是110年学年度后学期实施，总预算有个219亿。教育部强调，会由行政院额外编列预算，由政府专属指引所需要经费，被影响现有教育预算，更加被增加学校负担。记者综合报道。要发生性交易争议，进前自首奈及利亚的公司杨本生，获庭改法院判休职1年了后，即马检方搁再查出，伊伫咧自挂期间涉嫌诈领馆长交际费，大概是代票15000块。今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定罪，甲伊提起公诉。几年前，因为新冠疫情，咱外交部关乎外国税案，迄个时阵担任奈及利亚公司杨文生真侪届代表翕相，即马煞涉嫌贪污，29号检方起诉。检察官调查结果认为，杨姓被告诈领馆长交际费美金483元，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经依法提起公诉。检方发现，杨文生为2018年开始派驻内国期间，加私人的支出报公社，使用办公室的电脑假造无实在参会人客名单，制造应酬的假象，清领馆长交际费，核销甲厝的人食饭的开销，误解诈领新台票差不多15000。因为考虑伊缴费不法所得情况是属有较轻，所以建请减轻伊的刑度。不过伊的证据毋若一件。去年3月，杨文生就互人指控2018年的时阵，伫职务宿舍甲住处女清洁工发生性交易，互监察院弹劾。庭改法院审理了后，也认定伊扰乱长官部属的特殊，言行无准则，判伊休职1年。即马Me Too风波，咱驻外馆阁是一直互人逼扛性骚扰。禁止作风自首。报效国家。驻台代表曾锡汉也互人指控性骚扰代表处的女秘书已经请辞核准，驻菲代表齐培勇也好亲像强揽强禁女秘书，互人改职调查。外交系统性骚扰一直逼，行政院29邀请学者针对机关首长性骚扰防治专题演讲，精进性平作为。各首长、政务人员及各主管、高阶人员务必以身作则，确实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环境，并将各机关办理相关防治工作纳入人事业务的绩效考核项目中。
行政院坦白讲，即马的公权力对被害人保护无周全，有关性平3法修法草案一定7月中通过，送交立法院新会期审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铁路警察分局一个姓罗的警察要伫咧检查影书，今仔日互3位马道指控性骚扰，毋但甲因军装，甚至威胁讲要甲台。这警方表示讲已经依法移送停处咯，而且也会先甲伊调离开职务。高雄马道的外拍相片放伫咧网络，翕的作品全部出自一位警察之手。这一名伫咧铁路警察台中分局任职的罗姓警员，兼咧做外拍的摄影师。29号去3名马道出面指控，罗南翕正前拢会强调家己警察的身份出示证件，取得信任，搁再借机会伫咧现场或者是透过通讯软体性骚扰、跟骚甲言语威胁，甚至还可以威胁要杀人。觉得很可怕，就是怎么会有人直接跟模特说，哦，我想拍你内裤，想说要杀人，然后说要杀了我，这样，就是有指名道姓的那种。他以约拍的名义要求我去他家睡觉，我觉得不妥，拒绝后，他就对我情绪勒索，一直说他有老婆，不会对我怎样，不去他家睡就是不信任他。这名罗姓警员2015年曾经因为协助老大人伫咧滨高道脱困，以正义暖心的形象上过媒体，但是如今去互外派的马道指控性骚扰，铁路警察局台中分局表示，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已经对这名员警依法警告、移送行政处分，而且调离台中地区。经调查，已经对该员警依法告诫、移送，给予行政惩处，调整调离开台中地区，列为辅导对象，并持续约束该员警不要再有违法违纪，还有任何跟骚、性骚的情事。警方强调，已经将罗姓警员列为辅导的对象，而且约束千万唔通有违纪的行为。不过，3名马道拢表示受到Me Too运动的影响，决定对这名罗姓警员提告，而且出面讲出来，防止更较侪人纳入去陷阱，也呼吁更较侪受害者站出来。记者台中报道。有受害者出面指控，讲李怀龙律师伫伊抑阁是学生的时阵对伊性骚扰。事实上呢，像真侪行业本身是医生、律师、会计师、建筑师等等，又佫是头家，就立委号召即寡行业的6大工会，若准这会员有牵涉性骚扰等等问题，就要调查，而且情形严重，共款爱处罚，唔通暗砍代志。因为我自己身为单亲，我也会怕影响到我的家人。讲到红性骚扰，却因为烦恼厝的人互牵连，捌讲甲后甜，性骚扰争议不断。受害者黄小姐指控律师李怀龙宽恕性骚扰，讲捌因为向李怀龙询问法律问题，为了感谢斗3工答应食暗顿，饭后去东海大学散步。李怀龙真侪届想要甲牵手揽腰，佮真侪届言语性骚扰，对话记录佮留性暗示的消息。我当时身体不断在闪躲，他却仍然坚持要搂过来，次数多达数十次。他说刚刚搂你腰的，你闪躲的样子还蛮可爱有趣的。我追求可能是追求黄小姐的过程当中，让黄小姐感到不快。那后来黄小姐说明她的不快之后，我立即道歉。黄小姐要求台北律师公会甲李怀龙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拢应该调查，尤其专业人士家己职业本身就是雇主，恐惊互受害者无所在求助。立委招律师、会计师、医师等律师公会站出来，扩大性骚扰申诉机制的适用范围，针对涉嫌性骚扰的公会会员展开伦理调查，警方严重的爱处罚。那我们公会在去年就有成立一个性平的委员会，受害者都不敢讲出来，最辛苦的就是没有人陪伴。台南市政府体育局发生性骚扰案，有高层官员骚扰女部属，要求市政府调查清楚。体育局一礼拜前嘛启动性平委员会调查，被害人阁透过律师公开亲手写的批。他说体制对被害人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希望大家努力活到有光照过去的时候。自从接到这个讯息之后啊，其实就已经送性平委员会在做相关的调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听候调查结果，才决定安怎处理。检举人若做有任何需要协助，市政府原来会尊重检举人的意愿，予以支援。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为何台湾的军事武器这进度有拖到？美国联邦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宣布成立老虎小组，邀请美国国务院甲国防部专家来监督对外军售，看着安怎做简化流程，赶紧交武器给台湾。有学者认为讲，台湾应该甲美国说明台海状况，来争取强化应对能力。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向美国购买武器，煞面临交回延误。美国进前启用总统拨款权，先交付一批刺针飞弹到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最近宣布成立老虎小组，监督对外军事委员会领导阶层，爱加速对台湾等盟友武器交付，保障安全。就已经采购的装备解决交货的问题以外呢，也针对台湾防卫需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装备，在什么样的时间提供，以及提供的方式等等。美国国防部今年完后成立老虎小组，检讨武器交付延误，确保提供台湾需要的军事能力。学者表示，美国为俄乌战争学到教训，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就会当阻止战争。针对中共伫无明确的所在制造冲突，台美保持沟通传达威胁情况真重要。这些威胁的状况，除了实际作战的情况在，可能还包括近期中共对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灰色地带冲突，包括这个空中的威胁跟海上的威胁等等哦。那这些情况可能要让美方了解，那我们可能这个面临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真正实际需要的这个是什么？另外，台美完成签署各位价值45亿4054万的火山陆上机动暴力系统，预定2029年年底前完成交运。国防部表示，那是中共有反台登陆意图的时阵，会当伫可能登陆的所在快速布雷。不过，火山布雷系统捌互人质疑，互台湾变作地雷岛。如果当局势比较紧张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用传统的方式来布雷的话，相对来说它会耗损比较多的一个时间。反而如果我们有了这一个火山这个系统，这一个机动的一个布雷车辆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用比较少的人力去达到快速布雷的一个效果？学者认为，火山布雷系统对于国土防卫有必要性，会当减少人力缩短布雷过程，争取更加侪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这月中举办的台北夏季旅展，主办单位本特别邀请中国9个省的官员来台湾参加，不过说互咱的政府驳回，敢若开放中国旅游业者。陆委会表示讲，主要是考虑到这中国官员敢有来台湾参加展览的必要性。台北夏季旅展7月要登场，主办方原先预定邀请中国9省的官员来台参与，不过陆委会移民署甲观光局3个单位联审了后决议，只放行中国旅游业者有官方身份的人无被核准。陆委会表示，主要考量中国官员来台参加旅展的必要性甲急迫性有异议。那么陆方的官员他们来参加旅展，他们所具备的这个必要性、急迫性跟不可替代性是存有疑义，不充分，所以不予许可。对于中国官员被当来台参展，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离别回应，唔知陆委会的考虑是啥物，唔忙早地解读台湾附中团队旅游的禁函。不过陆委会阁表示，目前中国只希望台湾观光客过去，宣布开放陆客来台，两岸旅游交流爱对等相向。有旅游业者认为，观光无各界，不过两岸要恢复旅游交流，首先爱缓和紧张的气氛。两岸的紧张状态要缓和下来，市场就会起来。不要只注重入境人数的这个多少，要看到它的带来的观光效益是多少。陆委会也表示，最近有台湾人到中国，不管是旅行还是进行学术、经济、文化等交流，发生伫出入境的时，和中国警官长时间搬查甚至留置。所以也提醒咱国民众，若要去中国，要注意相关风险，也向中国发声。那继续对咱国人士无友善对待，会适时采取必要作为。记者综合报道。玉山国家公园伫咧5日节连假期间，有真侪民众去爬山，却是有一寡民众真乱来，甲这路野车开起，就伫咧山内面煮物件，本数是乱弹，而且佫夜米声鸟仔来要甲这鸟仔翕。有关处已经公布这个检举的相片，也强调讲一切依法开罚单来甲民众罚钱。
玉山塔塔加出名风景点夫妻树头前停2台录影车，震撼的行为拢互民众翕落来检举。另外一边路边的山坪、木瓜甲山野皮蛋规涂骹，也有人伫涂骹野米，是为着翕照啊来食米。5日这连假期间，爬山的人乌白蓝衫做，造成真侪乱象。中途乱丢垃圾，有造成环境的破坏，还有撒米，然后为了拍照，然后为了上传脸书，我觉得这个都会影响生态。立一些牌子啊，才让人家才可以就是比较好，比较遵守法令这样子啊，不然这样对环境上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另外，包括游客伫停车场摆放桌仔椅啊、泡茶煮食的，也有动物去食到咱人留落来的卫生纸，互民众化工实在看袂落去。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直接将检举相片打上网络，呼吁游客爱自律，饲鸟啊、录影、煮食，这拢是袂使的行为，会当依照国家公园管理法罚3000以下罚款。喂食动物、露营，或是炊煮，或是摆桌椅。一旦发生，我们会予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我们呼吁民众要遵守国家公园相关的规定。开放山林，互民众挖近大自然，毋过环境生态山规的牺牲。有关处强调，塔塔遮有规划户外煮食的所在，有指定的停车休闲地点。未来假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游客念听会发。未来原来规划停车收费，以免互民众长期占用的乱象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罗西亚总统普京拜三暗时伫咧南部见支持者，这也是互这佣兵集团反背了后头一届出访行程，背书是要拍破政权无稳定的谣言。另外，针对着这普京的权力敢会受到影响呢？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讲，目前是真歹讲。但若针对着媒体访问的时阵，伊讲唔对话，甲这个乌克兰讲做是伊拉克。互大声喊叫的攻击支持者包围。俄罗斯总统普京拜三暗去俄国上南边的城市，为伫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杰尔宾特，甲官方强调的数百名支持者会面。这是俄国佣兵集团瓦格纳发生兵变了后，普京头一摆出席公开活动，伊伫画面上甲热情的民众亲切互动，亲像咧回应外界有关于政权无稳的传言。参访期间，普京甲吉达斯坦领导人梅利科夫会面的时，特别强调家己相信民众的支持。梅利科夫也甲普京手相逢，表示所有民众拢相信伊伫兵变期间所为决定。不过，西方国家甲媒体评论，瓦格纳的兵变虽然无成功，不过已经明显写着普京的领导权威。美国总统拜登拜三也互记者问到，普京政权敢是当面临威胁？ It's hard to tell, but he's clearly losing the war in Iraq. He's losing the war at home, and he has become a bit of a pariah around the world. And it's not just NATO. It's not just the European Union. It's Japan. It's 40 nations.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攻击并无受到叛乱影响，煞来停止。拜日俄军轰炸乌东一间餐厅，造成大量平民死伤，目前已经成员到9个死，包括3名囡仔，另外至少5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于普京等俄国高层开喙大骂。І во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знахабніли безкарності від цієї безкарності та почали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весь світ. 泽伦斯基表示，伊拒绝任何当地相对形式的和平提议，佮家己提出10点方案，包括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俄军退出，甲恢复乌克兰的边界。公司新闻张武明编译。来看法国巴黎因2倍提升警戒，是因为一个17岁非洲的驾驶临检的时阵，互警方枪杀，民众示威抗议，这活动已经是第2天。总统马克宏也谴责警方的行为，不过警察工会也甲马克宏呛倒登去，也因为这个示威的情形真严重，警方昨暗有掠31个抗议民众，而且24个警察受伤，40台轿车荒废掉。
示威群众一直向警方拼炮啊，暴动进入第2暗，巴黎街路几啊台车拢被烧害去。顶部警察分别去事故现场，警方表示已经控制几啊个单身的暴动。这边荷兰社警察太人为那来心中证据。27早起17岁非裔青少年那后，警方开枪拍到胸坎仔身亡，不过确实情形版本无同。An eyewitness filmed the police performing the check, one pointing a gun at the driver. When Niall began to leave, the officer fired at point-blank range, killing the teenager. The police's original version of events claimed that the driver tried to hit the officers, but videos showed them beside the car, holding the driver at gunpoint, threatening to shoot. 马克宏向家属表示哀悼，不过讲的话引起争议。An adolescent was killed. It's inexplicable. 这个话引起警察工会生气，反抗马克宏对警方执法违信审判，甚至鼓励反警察受训有政治干预的嫌疑。另外，法国内政部长达马南是表示，要对法国警方采取法律行动，因为警方的一个推文认为是那爸母有将囡仔教好，这个推文已经被删除。被控太人的环境已经被拘留，强调开枪是因为迄时阵认为有生命危险，这代志伫法国引起高度关注。来自巴黎郊区的法国脚球名车姆巴佩也发推文，为法国感觉伤痛，部分政治政府认为应该慎重调查。警察部辅助，另外有法国警察甲美国警察愈来愈共款的批评，也有社会大众对警察执法过当、种族歧视这言论一直在增加。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穆斯林准备要开始进行3天的传统节日。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日杯有一个查甫人经过警方的允准，伫大清真寺烧苦兰经，目的就是要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过外界认为讲，这款的行为会去惹到土耳其，特别是瑞典当咧争取要加入北约，搁再需要土耳其介入支持。伫警方严密监视甲几啊10个共款是控制所用阿拉伯语画写之下，几啊年前为伊拉克到到瑞典的37岁莫明卡，几啊摆到古兰经，用古兰经入入培根，掠几啊夜高点火烧。伊强调这是为表达对古兰经的看法，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这是民主。Burning a religious book, it's not freedom of speech, it's a provocation. 这行动经过警方认定，烧古兰经未造成安全风险才批准，不过事后警方另外用煽动反对这种族或者是国家团体对伊提出指控。过去同款行动伫穆斯林世界引起暴力抗议甲愤怒，尤其瑞典目前在申請加入北約，而且需要土耳其支持，不過這代志可能讓安卡拉真生氣。Burning religious texts is disrespectful and hurtful. What might be legal is certainly not necessarily appropriate.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Hungary and Turkey to ratify the accession protocol of Sweden without delay. 莫米卡进前就申请过烧古兰经，不过无得到允准。迄时阵理由是因为今年1月一个伫土耳其大使馆外口烧古兰经的事件引起几啊礼拜示威，呼吁抵制瑞典产品，互瑞典申请加入北约进行受阻。警方认为瑞典正做遭受攻击的优先目标，了后一度退回烧古兰经的活动申请。不过上诉法院伫6月裁定警方禁止是错误。莫米卡伫今年4月表示，无想要伤害这责任，佮维护伊尊严的国家，目的也是破坏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請。公司新聞恩文玲報道。目前64歲美國歌壇歌手馬丹娜，當日替後9月全球巡迴演唱會進行彩排，而被說傳出細菌感染甲真嚴重，但係紐約大家互病房治療。伊嘅經紀人透過聲明表示，本地牌行程目前攏愛先暫停啊。80s, 90s, 2000s, 4 decades of music avec moi, MLVC. Welcome to the party, bitches. 美國樂壇流行天后麥丹娜原本要紀念熱門大劇《Holiday》發行40週年，9月15日加拿大Vancouver展開84天的全球巡迴演唱會，全片影片攏照4各地放送。想袂到麥丹娜的經紀人伫2月宣布，麥丹娜最近因為嚴重的細菌感染。愛佇家護病房治療幾若工，雖然伊的病情已經有淡薄仔起色，不過同款愛繼續好好療養。原本排好勢日程，目前攏需要先發動，
等候新的日程安排好势了，才阁发布通知。64个马丹娜，福比斯杂志美国拍拼期间富博排行榜排名第45，估计伊的财产价值5亿8千万美金。伊伫巡回演唱就赚12亿美金。今年这场庆祝之旅，伫北美甲欧洲数十个城市举行的全球巡回，主题是向马丹娜40几年的表演生涯致敬，一首一首展现伊一世人所有的热门歌曲。马丹娜当边带伊的消息，上早是名流八卦杂志 Page 6独家新闻，讲伊失去知觉，带入去家护病房，佮插讲，厝内人拢有上歹的心理准备。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观光畅水器泰坦号被插落去海底看沉落去的铁达尼号，却发生意外爆炸，这5个观光客拢死亡。美国海岸防卫队2倍有证实，有找到这个畅水器的碎片，甚至是一寡观光客尸体把油啊。也若讲这物件是搁再进一步确认。加拿大的打捞拖船慢慢驶入去加国东部纽芬兰港口，船顶载运打捞起来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残骸，这是针对18出发去看铁达尼号残骸过程中发生内部爆炸意外的观光潜水器泰坦号所进行的打捞工作。搜救队伫铁达尼号差不多488公尺的海床，发现潜水器尾的残骸甲其他碎片。岸边的工作人员甲残骸照顺序载起伫货车顶，也互这场艰难的敲锤甲打捞行动做一个结束。美国海岸防卫队海事调查委员会讲，残骸内好亲像有找到咱人的遗骸，后续会甲这个残骸运去纽约做进一步的调查，来查清楚事故的原因。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MBI, the board will first and primarily work to determine the cause of this marine casualty and the 5 associated deaths. The MBI, however, is also responsible for accountability aspects of the incident, and it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proper authorities to pursue civil or criminal sanctions as necessary. 美国海岸防卫队表示，医疗专业人员会甲估出来这个好亲像咱人遗骸进行分析。泰坦号潜水器伫北太西洋差不多3.2公里的深度发生灾难性内部爆炸。必要可能这5个乘客目前的年度死亡，毋过因为事发地点是伫个真歹监管的深海，罹难者各位真侪国家来，这场调查一定要真久，而且困难度真悬。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行政院今日通过教育部的私立大专学习费补助方案，其中高中职的学生全部改做无限条件拢免学费，而且改善学费贷款甲行政措施，希望会当减少学生甲家长的负担。布置活动会场，希望会当表现出活动的 NGO 团体真侪年来照顾弱势家庭囡仔的辛苦过程。本身是单亲家庭的杜玲，甲伊的小弟拢捌攀过学贷，伊知影其中的辛苦，所以毕业了后做公益服务，帮助需要到山间的囡仔。更好吧，就是我们也期盼，就是有更多孩子们有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件事情不会来得太晚，因为还是有很多需要就是学杂费减免的家庭。听到政府要全面落实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减轻私立大学生学费的压力，伊一直讲实在真好。政府为着全面落实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为即卖高职甲高中家庭年所得148万以下，放宽到全国高中职学生囡仔免学费。针对高中免学费、全面免学费的这部分的，可以有多帮助11万多的学生，总共的经费大概是26亿左右，会以外加这个专案的经费持续性的来增加。学生团体认为，安尼当互学生囡仔有更加公平合理的受教机会，嘛呼吁教育部爱注意高中职加教的各种项目收费，一定要严格执法。教育部应该也要来落实说，我们其实各个县市在相关费用，譬如说像冷气费都有相关的规定，是不能超过一定的上限。像没有落实，很多的学校还是在收超额的费用。另外，学贷的精进措施，新大学生家庭年所得120万以下，也是年所得148万以下，而且有2个子女，也是有3个以上子女，无家庭年所得限制，在学期间拢免付利息。嘛放宽学贷还款慢交本金利息，加交利息无成本，会当申请12届。申请的条件放宽到每个月收入较无5万块，希望透过真侪种措施减轻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记者综合报道。
食药署公布，新北市双河两项的鸭卵，还有屏东县李港乡农会超市的鹅仔，拢检出会引起癌症的禁药乃卡巴精，还有抗竹力这两种药啊，已经依法甲因罚3万块。业者表示讲，这鸭卵拢是对大挂来的，应该是饲鸭场出问题。各种鱼货放伫货架，民众是惊甲真详细，希望甲上市的鱼买转去。但是屏东县李港乡的农会超市进前卖鹅仔鱼，或是药素是验出应该是袂当检出的复原性抗触力，这批有问题的鱼货已经拢总互摕落来回收。查到来源是嘉东乡的一个养殖户。同批产品并已令业者下架回收，不得贩售。本府将加强市面上鲜鱼产品稽查。另外，即间伫新北市中和的双河两行下晡铁门是拢拖落来，因卖鸭卵进前共款互验出有袂当检出的药物饲料添加剂乃卡巴精。两行的张老板嘛真无奈，伊讲家己卖的卵嘛是公挂的，问题是出伫养殖场。说产地饲料出问题啦，产地养鸭的说那个是饲料厂商出问题啦。反正我们就是追溯源头嘛。肉的话，它是可以有填药期，但是药代谢完就可以。但是蛋里面不得残留，蛋它天天会下，所以这种就是不准用的。医师讲，乃卡巴剂虽然是合法，会当加伫鸡鸭的饲料内面来预防球糖症，但是伊伫鸡肉、鸭肉的残留量是袂当比0.2 ppm 搁较济，两片的部分应该是袂当检出。乃卡巴精在动物实验会影响那个胎儿骨骼的发展。民众如果体质敏感，吃到鸭蛋中有乃卡巴精的话，它会出现一些过敏反应，例如皮肤长荨麻疹。食药署已经依法拢罚3万块，屏东县政府嘛启动预防性的闪动管制措施，在后摆出货进前一定要经过完整的抽验，拢总无问题，才当解除管制来出货。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十指某一间幼稚园逼出窃药案件，树林地检署昨以无罪签结。也那邦桥幼稚园新北地检署今仔日有公布36位囡仔头毛检验结果，拢无检出巴比妥或者是苯二氮平类的药物。新北市政府表示，讲用科学来证明，让社会安心。也那幼稚园总部也对这破恶行为保留法律的追诉权。觉得对家长很抱歉吗？目前已经有17人提告嘞。检验进前是大动作敲吹，甲细皮园长在内拢带转去，因为新北市邦桥一间幼稚园是逼出疑似饲药案引起风波，都有家长感觉真奇怪。代志发生1个月外月，囡仔头前的检验拿袂出来。大概是已经快50天了吧，我还在等待验法的结果。但是验法需要这么久吗？我们就是一个问号。目前已经有36个家长提告，新北地检署讲，对5月底开始已经采检36个囡仔的头鬃，嘛请调查局用上速件来处理。而到下晡总算是对外公布检验的结果，全数拢无检出巴比妥，也是苯二氮平这药啊成分的反应。36名幼童的毛发都没有检出有巴比妥类的药物以及苯二氮平类的这个药物部分幼童有验出有一些药物的反应，但是这些药物都是一些常见的感冒药的这个成分这摆采验用的头鬃的长度，检方讲会当去看半年来食药的情形。因为检验是用2阶段的质谱分析，准确性是真悬，袂有假阳性也是弱阳性这种问题。新北市政府回应讲，科学真相出来让社会一个安心，互家长和老师都会当莫阁烦恼。除了饲药争议，幼稚园嘛互指控不当管教等等。虽然讲头鬃的检验出来司法调查结束进前，相关的事实检方拢搁在厘清。外出专案阁一直在烧，采验的结果嘛，阁一摆变作政党攻防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菜馆举办经销商的遴选测验，有视障者表示讲，这市场人员虽然有甲一寡题目读出来，不过却是要求讲爱因家己去看，认为是向歧视。立委要求相关机关就要赶紧改善。啊，那台菜公司的总经理也针对这部分出来回释的。来，你看这张彩券有几号？我说我看不到呢，我到底要给。讲到参加台湾菜馆经销商遴选测验的时，拄到无合理情况，市场的真情钱感觉放歧视，因为测验的时，市场人员虽然有将部分的题目读出来，所以按因家己看做答非常不合理。怎么可能会对呢？
我跟他讲，他说我们规定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无奈。是咱政府无好啊来想讲要安怎来帮助这市场，搁再次互这市场拄着物料。这阵市长朋友向立委陈情，立委认为，这个情况就像带头歧视弱势族群，要求台菜等的相关机关重新检视问题严重性。我们会尽快邀请那个委员会，你们有提出所谓补卡瓦或补测啊这些，我们都会把这个建议在那委员会里面提出，在对外说明的时候不够那么精准到位，所以这个也跟诸位跟说明一下。对于市长朋友不满，台菜公司几摆会失礼，强调会进行改进。卫福部谢家属强调，市长朋友应期会当有真侪辅具甲配套措施，建议台菜邀请新兴中介者对会，精进应期的细节。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远东科技大厦5月初有对外公布会合联电合作成立半导体学院，不过学校最近雪甲劳工局提报大量解除聘请的计划书，会甲61位约聘的人员死头路，甚至有老师奉通知讲无要继续请。学校强调学生的数量减少，业务也对你减少，也会进行系数的转型。为伫台南新市的远东科大休乐期间，真大校园限制停车，少子化影响招生人数逐年减少，新学期总学生数无到4000人。远东科大向台南市劳工局提出大量解雇计划书，7月31、8月15甲8月31分3提出解雇编制外约聘人员，拢做61人。8000个学生的规模数，然后目前学生人数已经下降到3000人左右，所以其实业务量是大幅紧缩。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会造成学校财务的一些负担，所以进行一些优于劳基法做办理一些资遣。学校强调，因为业务量缩减，资遣加发2.5个月过期，比劳基法较好。要过毋但约聘人员无头路，也有专任教师突然接到无续聘通知，这期学校影响学生受教权。那个流行音乐系教得很好，老师教得很好，学生都因为这样子要来学校读书了，然后他就说停办。那已经来读的，已经因为这样子来读的，那怎么办？配合学校进行招生，甚至部分科系也免招。无续聘教师认为，都因为中信金被入资接手进行整顿，也毋过学校好人。联电相关的半导体学院跟大健康管理学院对接社会的需求。因为远东科大解雇劳资协商记录只有资方单方面的报告，台南市劳工局已经要求保证。另外，教师改聘部分，教育部指出，属于学校权责，应该依照教师法定规定办理，目前还未接到学校函报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统计，去年全国婴儿出世这个生囝率咧，只有5.96%，是47年来上界低。不过，桃园的生囝率却是6都内面上济，其中中壢上济婴儿出世。桃园市民政局认为，这应该是鼓励生囝的措施产生效果。不过，也有人认为讲，因为这桃园厝价无悬，加上有机场捷运含高铁，交通真方便，使真侪少年翁仔某来遮生活。大楼一栋一栋起，桃园人口一直成长，也是上会生的县市。根据内政部人口统计，去年全国新生儿出生率5.96%，创47年新高纪录。不过，桃园今年5月年出生率达到8.03%，是6都之首。其中，阁以中壢区民众上会生。今年1到5月新生儿7317人，以中壢区1425人摕第一。桃园区1374人第二。桃园市的涉及人口数在今年的5月7号达到了230万，那人口数一直呈现正成长，那出生率呢也是6都中最高的。民政局表示，最近几年提出真侪项促进人口政策，予少年人加结婚、加生养，像提悬生育补助，每体3万增加到每家一体加1万。税数补贴、公社、幼儿园加托婴中心，房仲业者也分析比较台北房价，平均计数来到7字头，新北也爱35万，桃园房价都较亲民。在桃园还可以找到3字头甚至2字头的中古屋哦，对于小资族来说，真的是大台北生活圈当中的房价亲民区。另外，房仲业者观察，去年中壢区人口大约42.4万人，桃园区46.2万人。
两大行政区中，中立区人口数比桃园区少，也毋过出生人口数却较侪。主要是中立青埔地区、过岭中华区往返台北交通方便，吸引不少少年人翁仔某来住，所以新生児人口也较侪。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地上的观光景点金城武树是一丛加冬树，伊进前捌互车龙、互风台吞踏。10年前捌请日本的树仔医生和国内树医团队来甲照顾。即马呢，毋但发甲真旺，佫是这地上上界称的景点。29呢，日本的树仔医生佫来甲伊复诊，替金城武树做健康检查。日本树仔医生和国内的树医团队，到第6摆到地上的碧冷大道10当前号名的这丛金城武树来做健康检查。这是一丛超过半世纪的高冬树，因为风照顾甲真好，叶仔嘛发甲真济，佮引来鸟仔直接做寿。树仔医生用土木硬度计来检测菌的生长，佮拔起哩，甲过去为着保護樹仔的光素解開開，再佮電保斷器繼續保護。樹仔醫生嘛替這丛樹仔拍分數。100点満点でいきますと，85点かな。我们为什么还是这一次会更换这个钢索？很重要的原因是，要经过一次台风的洗礼，看看它自己可以支撑到什么样的程度。地上的金城武树这10年来是经过互车龙、互风台吹甲倒去，破病才会状况，拢是国内有名的航空公司请日本的树仔医生来治疗。即马这丛树仔才会当一直请游客特别排队来翕相。估计一年有5亿的观光产值。乡公所希望未来树仔生甲更较好，互观光更较旺。只要来台东，我必定来访。最棒是风景也很好，那这棵树也真的保持得很好。希望是延续这样的凤茶树的观光荣景，可以串联到其他长乡的各角落去。航空公司讲，因有宣传合约的期限，即马这丛树仔爱对金城武树改名做皇帝树，但因为这丛树仔伤有名，边仔的田常常有游客留粪扫，阁有游客会无细日甲四轮车塞去边仔的田内面，活动面是真困扰，呼吁游客爱树仔嘛爱护边仔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东莞厝伫咧山边啊，个海边呢，设几个地点有设立影机，民众会当伫网络顶头看24点钟的风景变化。所民众去调摄影机，甲这镜头画像。东莞厝强调讲，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上济会当罚到50万。南南的大海，山顶步道甲亮灯啊，这是花莲丰滨乡基奇步道大石片山的及时影像，利用网络24点钟传送数时变化互大家欣赏。也毋过，二次竟然有游客当镜头来翕家己一群朋友，将公家摄影器材当作家己的器材来使用。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感觉？我也是不 OK 的。拍照一些美景给大家看的嘛，对不对？我是今天就不要用了。不行啊，这样子，这是公务，不能乱动啊。查某人的行为引起民众不满，过事后也无将摄影机的镜头调整当原位，及时影像也多好记录到伊违法行为，因为摄影机分台有慢速灯的莫达毁损会依法求偿。那如果说真的造成损坏的话，依照我们的《发展观光条例》第62条，其实是可以处这个50万以下的一个罚款，而且可以如果说有损坏，可以请他恢复原状，然后或者是要照价赔偿。东莞厝强调，花东海华山重点区拢设有及时影像摄影机，目的是要互网络上的朋友，拢会当及时欣赏四季美景。先做当遮的公共设施是无应该行为，为民众的查某人已经委托警方侦办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对6年前引进 U-Bike 了后，考虑到这园区内面的车路是南面北行、南面路行，最近搁再引进电动辅助脚踏车 U-Bike 2.01，这数量有250只，而且搁再增加26个站，主要拢是设伫咧人较济所在。用脚轻轻一打 ，U-Bike 2.01电动辅助车连面就动起来，一点嘛目免伤出力。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表示，过去在园区内主要是靠巡回巴士，即马有电动脚踏车了后，会当提供民众更加多元的交通工具。场与场之间就可以骑着 U-Bike 去，然后也不怕说在园区里面停车也不方便嘛。那我觉得骑 U-Bike 短距离的真的很方便。因为竹科园区坡度有一些起起伏伏，所以我们引进电辅车。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接驳的方式那来疏解竹科的交通。过去在 U-Bike 1.0时代，脚踏车车辆一天平均使用率差不多在0.5左右。自从引进电动脚踏车了后，数据明显提悬2倍。在之前1.0的时候，大概在0.5、0.6转。那最近导入2.0跟2.01之后，有很明显的提升了，大概2倍多所以现在大概在1.5转左右。那相信2.01现在投入更多，而且站点密度更多之后呢，预估它的周转率会再更提高。这摆 U-Bike 2.01在科学园区拢总新增加26个站，主要设置在学校、园区大门、停车场等等重要的交通地点，提供民众上下班办公用途，也希望来疏解园区交通问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常常听人讲，鹿港人讲话无相像，这鹿港伫咧台湾的历史当中有真重要的地位。鹿港也保留真侪建筑甲文化，就在地团体推出台语的导览活动，带民众行伫咧巷仔内面，听在地发展的故事。暗地啊，啊你咧，靠地啊，靠地啊，落地啊，靠地啊，暗地啊，对无？阮鹿港人讲通鬼啊。鹿港有侪侪老厝，伫古早大部分拢是咧做贸易的。亲像即座柜台，就是做生理用的，嘛就是鹿港人讲的通柜仔。行出即栋有200年历史的老厝，一路上的建筑拢有故事。这是鹿港在地团体推出的暗时导览活动，带民众行伫巷仔内，听在地的发展过程。一路上就是会看到一寡还未修理的厝啊，还是讲修理即马咧修理。讲修理了，即马鹿港的故事，所以阮就希望讲，暗时拄好日头落山，所以较袂遐热。我家己即马嘛咧练习用台语来做，甲大家带来熟悉鹿港安尼。为当年船头行的仓库，嘛就是较早旧里咧搬回的后车路出发，一路行到台湾第一个平定古迹保存区的鹿港老街。最后来到台湾唯一一间由乾隆帝下令用官引起的妈祖庙，这边的台语导览体验，嘛互参加的民众感觉真深刻。真特别，因为我无定定咧讲台语，但是导览讲到袂歹。用台语讲 OK 啊，就是互少年仔加学听啦，嘿啊，无即马大家拢无啥会晓讲啊。就唔来遮甲看花卖食物件尔，佫会使去了解这历史袂歹。主办单位表示，伫鹿港一般百姓的旧厝都有4000外间，有10%的空厝率。若无人关心，这旧厝行远久来，可能就慢慢啊消失去。因毋望透过导览活动，互佫较侪人做伙来关心旧厝的历史，互在地的故事会当继续写落去。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为了要鼓励时段出门活动展现活力，华山基金会替嘉义县的时段以顶头菜价做主题来举办活动，200多位加起来已经超过1万回时段，因毋但感受到庙口的热烈，也展现因创意甲活力。时段摕到家己做的娘线，后壁阁有剧班准备要来入场。嘉义县立体育馆内底，29号即天200多位高大骑时段做伙伫遮参加创意的顶头比赛。我就咧跳舞啊，是用的我做好势。因为我伫遮吼，毋捌出门吼，食出来，感觉足好安尼就对，安尼，佫足老个咧安尼就。来自嘉义县市19乡镇市的时段，用创意的方式来做顶头。主办单位讲，庙口内底是真侪时段较早拢有的剧动基地，用这个主题，毋但鼓励时段出门，嘛，互因会当佫感受庙口内底的气氛。大家啊。真老这就对啦。大部分服务的长辈其实都是有信奉妈祖这样的一个信仰在，那所以我们就是结合这样的在地的一个传统，然后结合在地的信仰，然后去办这样活动。除了顶头的比赛，现场阁有2人加头毛的单位，都是免费替时段来服务。有参加的时段讲，现场有足侪物件通耍，参加真欢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澳洲昆士兰黄金海岸最近有一只大石海徛，互鱼网仔填掉咧。这保育团队是开真大的气力，挂断鱼网仔，互这海徛登去大海。另外，伫美国有一只用来实验的乌猩猩，互关伫实验室内面28年，改送登去保护区，看到天搭着草帽啊，伊欢喜的表情是看现现。负责海面水开的座头鲸，哪像在艰苦海产，因为伊有防沙网垫身，袂紧袂动。动保团体发现了，这两只小艇举断到这家私，哪交鱼网，哪甲鱼网加断偷开，顺利偷开鱼室的鱼网了后，抢救任务圆满达成。也过动保人员忧心，海洋虽然得救，也过经过这场劫难了后，恐惊无死嘛半条命。这个事件发生在澳洲昆士兰的黄金海岸，目前是海洋500千岁的高峰期。这只10米长的座头鲸无顺利中了防沙网的陷阱，这种现象不是头一届。保育团体呼吁，在海洋潜水区爱把防沙网剃掉。来看美国非洲，这只叫做芳草的乌猩猩，按窗仔跳来，甲朋友看染嘞，欢喜甲目睭紧紧直直上天顶。这是28冬来头一摆看到日头，快乐的心情拢浮伫伊的面容。And seeing the emotion in her face was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struck us as the look of awe and wonder at having freedom. 保育组织讲，芳草互送来非洲这间乌猩猩保护区进前，从来毋捌体验过双脚踏伫草皮顶头的经验，因为以早拢用关伫实验室内底做医学研究，后来互送去加州的庇护中心，活动空间依然受限制。这个月，伊和18只同类踮3英亩的新厝生活，互伊有归属感。She was just welcomed so warmly, and after all she's been through, with never being able to walk more than 10 paces in any direction. 动保人员讲，得到自由的芳草，从来毋捌遮尔欢喜过。对伊来讲，干那晒日头，就是一种幸福。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做车链仔的公司米其林过去这几年一直咧研发免管风的车链仔，经过测试，进前已经有和法国签约，有3台又叫卡车用这款的链仔去送批。米其林表示讲，因为这个链仔免管风，所以也袂破风，也袂漏风，所以会较省油。这是车链大厂米其林的新产品免管风的车链 Aptis。米其林进前几年就开始研发这种免管风的车链，即马正式甲法国邮政签约，而且3台邮政卡车大型用 Aptis， 佮预定伫2024年前40台邮政车拢用这种的。On va l'appeler, c'est un pneu innovant, parce que c'est un pneu qui a comme particularité qu'il n'y a pas d'air à l'intérieur, et donc vous avez toujours une bande de roulement, ce qui vous permet d'adhérer à la route, de freiner, etc. Et non, très heureux de pouvoir contribuer à peut-être à cette future... Si un jour ça apparaît sur nos véhicules, je pourrais dire à mes enfants et à mes petits-enfants, écoute, tu vois, c'est moi qui les ai testés en premier en Europe, et ce sera une petite fierté. 米其林公司是讲，这款免管风的车链适用伫汽车甲轻型卡车，无需要管风的特色，互车链较袂防恶意吐破，也是讲伫路会发生破链的意外，毋但会当互驾驶安心开车，嘛会当减少维修的费用，也甲换链的时间。法国邮政也正看好这项合作，因为减少换链，也甲避免因为破链消风，车会较了油，所以会当有效节省开销，提高送批效率，也甲减少碳卡热。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7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